所以呢，他要树立这样的一个形象。有人形容说，这叫做他的政治资产，他的政治遗产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他希望可以留在美国选民，亦或是留在全世界心中，他是抗中悍将这样一个形象。所以我们来看到，在最后关头，反倒呢是川普的政府他对于猛踩中国红线这件事情，它越发的淋漓尽致。好，我们来看到现在呢，特别是在北京当局会在意的话题当中，它不断的往死里踩。我们来看，首先西藏，哇，这是碰不得的话题吧？那我们来看，美国呢，居然是把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洛桑孙根邀请进白宫了。这是60年来美国第一次用政府的名义公开的邀请。这位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，然后呢，这个领导人呢，洛桑孙根他就讲了，这代表的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被别国武力侵占，他的别国当然指的就是中国。然后他说呢，这是美国支持西藏的一个动作，即便是总统换了，还是不会改变的哦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这样的邀请西藏流亡政府进白宫，虽然不是见了川普总统，但是它背后的意义还是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中国官方媒体《环球时报》直接就社评了，他说川普是用玩火的方式在触碰中美关系的底线。所以呢，他既然说川普在玩火，那代表川普这样的动作惹到北京了，北京不高兴了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台湾问题，那当然呢也是北京的红线了。那我们来看美国呢，最近在台湾大家也讨论的很多，美军呢是他们的情报高层到访台湾。那到访台湾这件事情呢，本身就会踩到北京的红线，他当然很不开心。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外交系统直接在记者会当中要警告啦，他警告美国说反对任何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往来跟军事联系，然后呢还威胁说他们会根据情势来做必要的反应。好，这个都是大踩北京红线。另外还有美国制裁中国企业，现在看起来这个黑名单会越来越多之前已经一大堆了。那当然呢，第一个就是华为嘛。那现在我们看到还有他不只说华为是跟解放军非常密切，他现在说很多中国企业都跟解放军有关联，这些也一个一个通通都要揪出来，还有制裁他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这个川普总统根据英国路透社他们掌握的机密资料说，可能还有一份名单